后来，这个2008年金融海啸，当时的马政府是发予全国人民消费券，一个人3600块。乡亲啊，你还会记得当年迄3600块你是安怎开的无？当时有袂少的民众是用这个消费券去买生活用品，譬如去买烘箱，譬如去买这个除湿机，讲用10多年咯，到即卖还搁咧使用。还有当年所买的脚踏车，即卖嘛还搁咧骑，大家拢讲真会好。 当年全台湾上行应该就是这3个字啊，唔知有偌济大人囡仔拢唔忙摕到这个大红包。国民的个人为对象，而不是以户为对象。就是这个机制，唔管你几岁，赚偌济钱，拢总会当领。当年这3600块大红包，你安怎开？敢要过记哩？还有利用有，我每年都做月饼在用。 小小一个烘炉嘛，陪林小姐经过10外的中秋。当年买的时阵开1000多块，买了消费券还阁有剩。这个小小的烘炉是金融海啸的时阵，民众无愿意买的消费品。加油加油！唔那是家电，当年嘛有家长总算是有用钱的，当买脚踏车给囡仔。那个时候小朋友他想要一台脚踏车，我就带他去买了，嘿，买了一部脚踏车。轻轻松松就当甲接水箱摕落来，这个除湿机已经10几年啊，还阁会当用。但是讲到底会当摕到偌济钱，民众有意见。 物价上涨啊，东西嘛，你就一点点而已。时间过了真紧，10几年啊，谁会当想到讲，即马因为全世界疫情发烧，影响到经济，政府搁一摆祭出大赢钱的政策，但是年代无共款，发放的方式嘛无共款，效果如何？大家看历史安怎讲啊？